嘅建材係要嚟起安全嘅高樓大廈，好嘅人才係能建造起美輪美奐嘅高樓，但係同時咧都要注重自己嘅生命安全，知道佢對屋企人嘅重要性。新輝城建本着與時並進、以人為本嘅理念，盡全力將工作環境做好，令員工喺工作時得到充分嘅安全保障。喺吊運方面，我哋喺天秤滾筒同吊鈎上方均設有閉路電視，以便操作員監察吊運情況。吊運區四周亦設有吊運警報器同吊運監督員在場駐守，避免意外發生。我哋會提供適當嘅上落通道至流動工作平台，並會定期進行檢查同保養。工友喺流動工作平台上工作時，必須扣上安全帶，先可以施工，以確保安全。工友喺操作電動磨機時，會戴上合乎標準嘅護眼罩，而吉碟亦需要配合機身轉速，以及由曾接受有關訓練人士使用。當工友喺酷熱天氣下工作，我哋喺戶外工作地點都設有消暑噴霧器，有助炎熱氣溫下降。我哋會繼續打造更安全嘅工作環境，達至零意外嘅目標，確保每個工友都開開心心上班，平平安安嘅回家。請謹記工地三寶：安全帶、安全鞋、安全帽。喺高空工作嘅時候，記住要攜帶呢個全身式嘅安全帶、安全帽，仲有安全鞋，缺一不可㗎。